20公嗰度虾啊，你估只免叫牵电啊？啊，一只虾仔行都免牵电啊？啊，迄后摆是6电，啊，后摆换后摆。单呢，我得牵一个电，啊，再来骨一个，哎，拢嘛免。我咧牵得条，啊，就免牵啦。 你讲有靠到皮啊，我也无看靠到皮啊。啊，这个靠啊，开过哟。今个你这那靠我身体，今个你也真怕难的。丢啊！像我怎啊收这个当真，你知道这丢啊？这就是呀。 啊，剩的毋是猪啊，拢皮啊，吼，靠靠条。我才唔知，这就是啦，袂水啊。你我听讲较紧。剩的拢毋是猪啊。你若讲安照，即摆若按照正常，你若无下肥落吼，水会水歪。啊，无你出来，你手骨了，遐大鸡，猪啊，你加倒去啊，你是咧。靠到爱移落才有肥啊，毋通好啊掉。 是袂落，阮都无肥，等你爱臭生肥，猪啊挂好啊。无影，迄半出来安尼卖无半个月爆爆叫，迄惨。你摸后可能矮就行。我看办一条啊，伊迄一条差不多呢。你无够肥啊！ 我过来加补一寡。我来爱做饭。再说完。阳光的哦，是小指头呀。新生代的得主面噻，啊你一个市场按下好利。手指头这样。这样。手指头这样啊。一个市场呀。哎。
向下抓，我当爷啊，伊卡达呢，就安尼你就对啊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你要靠旁边，靠中间点，这样，没有啦。弄来靠中间。要把板弄下去吗？啊？你要弄下去吗？没有，你挂起来那个啊，那个草就把它压下去。先这边，看是先这边两个，然后你看这哈，这过来。本身它食够厉害，这样哈，食到咁死。现在5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有5颗哦，嘿。能效果能效果冇晒啊！